我这有人被蛇咬伤了。周村，环城高速公路19号出口出来，挂红灯笼的那个房子里。哎，对对对，好。凶手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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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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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到那儿去，为什么不先告诉我？你知道有多危险，啊？那你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说！夏颖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周村，说会告诉我关于我爸的一切。等我到周村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他被蛇咬伤了。蛇？那条蛇还在装陶尊的盒子里。我当时就打了120。后来我听到外面有动静，我就跑出去看。突然有一帮人就冲出来对我喊，说我是杀人凶手。我就不停地跑，他们就不停地追。我不停地跑，他们不停地追。太狠了！一定就是早上抢陶尊的那帮人。他们抢走了盒子，然后把蛇放在盒子里，去送给夏莹。夏莹以为是陶尊，打开就会被蛇咬。那时候你正好到现场，所以你就成了嫌疑人。我怎么成嫌疑人了？我给120打电话了。120打电话就能证明你的清白吗？你想一想啊，小姐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都是他们设计好的。你想想，夏莹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，她一直躲藏，但现在她开始给你提供线索了。那幕后操纵者是不是要杀害夏莹？唯一的办法，那就是要嫁祸于人。你是说，夏莹是在别人的要挟之下，才给我打的电话？一定是。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希望夏莹还活着。喂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今晚在周村被蛇咬伤的急救病人，他送去了哪个医院？好的，谢谢。我现在就去建北医院。我和你一起去。坐下，哪儿都别去，等我回来。
林助理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有人通知我们，夏音怎么样？不知道，我也才刚到。医生，我想跟您打听一下，今天有个女的被蛇咬了，您了解她情况吗？哦，死了。死了？什么时候？半个小时前被五步蛇咬了，耽误的太久，送过来就没治了。尸体在哪儿？太平间。董事长，老韩，你来了。是我来了。董事长，怎么会这样？是谁害了他？还能有谁？陈默呀。他跟公司借的车，到现在还停在那儿没走呢。小云，在没定案之前，我们不要胡乱猜疑。小林，公司的事情就拜托你了。明天我和学员老师要去趟周村，整理一下夏音的遗物，为他准备后事。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你说吧。我有权查看夏言的尸体，